各位崇真人大家好，我哋廣福頤養院嘅護理部團隊好榮幸今晚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哋嘅看得見的安心計劃，為院舍引入超聲波膀胱掃描儀，以提升泌尿護理質素。點解我哋需要呢項服務？首先，部分院友因泌尿問題承受住唔同程度嘅痛苦，影響生活質素。其次，傳統護理傾向依賴經驗判斷，令護理團隊進行臨床判斷時缺乏客觀數據支持，存在誤判風險。另外，體弱或有認知障礙症嘅院友無法準確表達自己嘅泌尿不適，呢種未知唔單止令我哋護理人員擔心，亦都為家屬帶嚟好多焦慮。我哋開始思考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呢？就係因為呢個做得更好嘅諗法，我哋喺2024年年尾正式引入超聲波膀胱掃描儀。部掃描儀係點用嘅呢？護士會先塗抹適量嘅潤滑劑啫喱於院友下腹嘅位置，再使用掃描儀測量膀胱容量，就好似產檢超聲波咁，係一個非侵入性檢測，安全無痛，適合體弱長者，而且可以快速測量膀胱容量，以客觀數據取代主觀猜測，輔助臨床判斷。護理團隊首次可以看見院友未能言語嘅需要，讓我哋可以提供準確同埋即時嘅護理介入。接住落嚟，我會分享一個真實案例：新婆婆的安穩長夜。76歲嘅新婆婆曾經因為急性尿潴留，半年內3度深夜入院。每次插導尿管嘅痛苦，都令到婆婆嘅先生焦慮又心痛。佢先生同我哋講，每次半夜3更接到院舍電話，個心都離一離。嗰種心痛，我哋都感受到。但自從我哋引入咗膀胱掃描儀，情況就唔同啦。有一次，我哋透過膀胱掃描儀見到婆婆嘅膀胱積尿量未達到危險水平，於是嘗試用護理方法引導佢排尿，結果成功咗。嗰一晚唔使再奔波急症室，新婆婆同佢先生終於可以安穩瞓一覺。其實引入儀器後，我哋護理部團隊從經驗判斷到數據為本，建立咗一套3步評估流程嘅膀胱護理作業指引。首先，常規檢查發現尿片乾鎖冇排尿後，我哋會先為院友補充水分，從源頭着手，減少因為水分不足而引致嘅誤判。約2小時後情況持續，就會透過膀胱掃描儀進行無創檢測，以客觀數據清晰分辨2種截然不同嘅狀況，如膀胱有尿便確認為尿潴留，即係排尿有困難。我哋會嘗試護理引導，協助院友自行排尿。若確認為膀胱冇尿，我哋會鼓勵院友飲水或評估其他生理指標。無論邊種情況，當需要送院時，我哋都可以帶住掃描數據以及初步判斷送院，令急症室醫護人員能夠更迅速、準確地採取合適嘅治療方案。而所有掃描影像都會列印並存檔於院友嘅護理記錄中，建立長期健康監測檔案。呢部小小嘅儀器帶嚟咗3重效益，對院友同家屬嚟講係以知情取代焦慮，用客觀嘅數據化解因為未知而產生嘅不安，同時又減少因為情況不明而往返急症室嘅奔波之苦。對我哋機構嚟講，護理團隊體驗到運用科技可以提供更個人化及準確嘅照顧，係提升咗專業度以及贏得信譽。而對整個社區嚟講，就係減少非必要嘅急症室使用，為公營醫療減輕壓力。總括嚟講，呢個計劃嘅核心係用科技去看見體弱院友未能言語嘅需要，用數據去取代主觀猜測，最終為院友同家屬帶嚟實實在在嘅安心。最後，我哋要再次衷心感謝評審委員會嘅肯定以及機構嘅支持，多謝。